好啦，跟住呢一題啦，佢會話俾你聽 escape velocity 係 v 啦。咁咧，佢問你如果 initial velocity 係2v 嘅話，咁去到無限遠嘅時候咧，個嗰一嚿嘢咧係佢嘅速度係點樣咧？咁呢一題咧，首先我哋要知道 escape velocity 係點樣先啦。咁 escape velocity 咧，即係代表咧，當 r 去到無限遠嘅時候咧，ke 會趨向零啦，pe 亦都會趨向零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列到條式，1/2 mv square 減 gmm over r 就應該會等於零嘅，因為 ke 加 pe 都係零啦。咁然之後你就可以計一計啦，調一調位啦。咁 v 咧就等於開方2gm over r 啦。呢個係一個 shortcut 嚟嘅，你可以記咗佢。咁好啦，呢一個咧就好重要。咁好啦，而家咧佢問你啦，究竟咧去到無限遠嘅時候，而用2v 嘅速度開始咧，咁究竟佢去到無限遠嘅時候，佢嘅速度係幾多咧？咁去到無限遠嘅時候咧，p 一定會等於零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列到條式就係1/2 mv square。呢一個 v 咧就係無限遠嘅 v 啦。咁咧 p 係零啦。咁好啦，左邊你就要代 2v 啦，1/2 mv square 減 gmm over r。咁呢度代 2v 落去啦。咁 square 咗就會變 4v 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去將呢一個塞入去1/2 m4。咁將個括號唔要，乘翻2gm over r，跟住呢一個2約咗佢，減 gmm over r 就等於1/2 mv square 無限遠。咁然之後咧，呢度係1/2四個 gmm over r 啦，減一個 gmm over r 啦，就會等於3個 gmm over r。右邊咧就係等於1/2 mv square 無限遠。咁咧，然之後你將個 m 約咗佢啦。咁咧，你再調一調位啦，v 咧就等於開方3 g 開方3乘翻2gm over r 啦。咁你將個開方3抽翻出去啦，開方3 2gm over r 啦，跟住咧你就比較下上邊嘅呢一個 v。咁咧你可以發現咧，其實佢係開方3個 escape velocity 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個答案就係 D 啦。